為你而做，說到做到。Hello， 軒哥，今日嚟到中山有邊一個好樓盤介紹啊？你心目中一個好勁嘅樓王啦，咁啊田灣新城嘅地段啦，隔離係張展合啦，亦都係 CBA 嘅地段啦，隔樓下咧有個地鐵站啦，咁所以無論係商住又好，無論係接待又好，做寫字樓啊，做會客室啊，或者做會所，我都覺得呢一個盤係性價比幾高嘅。不如咁啦，事不宜遲，帶大家參觀下4100尺嘅豪宅究竟係點樣嘅？哇，聽到好有氣派啊！嗱嗱聲上去睇下。一入到嚟見到咁巨大嘅客飯廳，佈局非常分明，行出嚟仲有一個270度嘅天際露台，同香港分別真係好大啊！一啲壓迫感都冇，呢度帶俾我10足10嘅開揚程度，真係一覽無遺啊！我哋而家身處呢度15樓，我望出去一望無際啦已經。咁呢一個地皮咧，呢一度咧就係嚟緊咧，佢會起雙子塔噶啦。你唔使擔心咩影相邊個位最靚，梗係嚟我哋屋企最靚啦！唔係我屋企，唔係我哋，係你屋企還你屋企，我還我還。參觀下先。其實到時係要嚟到你哋屋企打卡，又話會有地鐵站上過嘅，地鐵站上喺嗰邊啊，兜過嚟嘛，真係有個地鐵站喺下面，即刻升咗上見到啦，有兩笪綠色嘅草鋪咗度，嗰度就係地鐵站入口啦。而且你唔知個 plan， 因為咧我哋而家身處呢一個位置咧，無論你去中山站又好，或者中山北站都好，只需要5至8分鐘嘅車程。因為中山站就喺嗰邊。另外隔咗條旗江河就到中山北站，呢兩個站可以迅速接駁廣州、珠海、深圳、上海等一線城市，孭住個背囊就可以全國去旅行啦。返香港都非常方便，1個鐘車程就可以到港珠澳大橋，另外仲可以搭船返香港添，所以交通方面大家可以唔使擔心㗎。好啦，而家都講返大家都關心嘅商場配套問題，附近係有5大商圈環繞，富日城啦、Coco City、萬象城同埋石岐大信，仲有華僑城添，大家隨時去呢5大商場消費，唔使擔心。因為呢度係410方嘅大地層啊！你話我諗都唔夠膽諗，我都冇諗過，喺香港你話410尺我就信啫，4100尺我諗都未諗過啦。都係嗰句啦，你喺香港唔好話4100尺啦，410尺都開心啦，係咪先？而家寸金尺土，但係呢度講真嗰句，真係幾百萬，而且好似話咧特 plan 呢度咧，好似話呢個都唔使喎，1平方嘅。咁我靜靜雞話俾你哋知啦，呢一度總價600幾萬起，相比起香港嘅空間感，確實係非常唔同嘅。另外有樣非常值得留意，亦都想提提大家，呢一個屋苑係40年產權嘅商業公寓契，想知道住宅同商業契有啲咩分別，可以喺下面留言或者 WhatsApp 聯絡我㗎，記得撳 like 同 subscribe 我喎，拜拜。